今日呢條片係講下我由 TLS 嘅申請過程裏邊可以預示到嘅英國系統問題，同埋講下唔同人士佢哋上載文件嘅時候一啲上載文件嘅類別嘅。如果大家唔需要去簽證中心，咁你可以直接跳去片嘅最尾睇下啲上載文件嘅類別就可以啦。唔知大家有冇呢個感覺啊？去 TLS 簽證中心嗰度做簽證嘅過程啊，好似去咗迷宮咁啊！都唔明點解明明係一個用咗好耐嘅移民系統上載文件啫，打手指模啫，點解要我咧搞到自己幾日好似頭髮都白埋咁？唉，於是喺我呢條片出嘅時候，大家已經喺度研究緊，咦？聽講4月8號會出 app 喎，用 app 定用 TLS 咧？我個人嘅諗法就係，睇下你幾時申請啦。老實講，如果你係4月8號開頭嘅嗰一批人，我建議你睇定啲啦。諗翻轉頭，我哋初初申請 Visa 嘅時候，係唔知點解總有一批人跌咗落黑洞，後來就冇事㗎啦。因為新系統就會有新問題，呢個係一個我哋嚟咗英國幾年咧嘅一個即係恆常見慣嘅情況啦，係咪？嗱，TLS 嘅問題咧係可見嘅。我以下落嚟講嘅問題，個個都遇到過好多次，亦都已經有一個系統一系列嘅解決辦法。但係新系統將會出現嘅新問題，有機會係未知嘅問題咧，佢哋解決得好慢嘅；已知嘅問題，佢哋解決得好快。所以 TLS 嘅問題咧，你一報 CS 咧，可能一日就解決㗎啦。但係如果係新嘅問題，佢哋未研究到點解決，等多幾日咯。又或者最慘係好似當日我哋入咗黑洞嘅嗰一批朋友咁，申請 Visa 佢話要幾個禮拜啊嘛，咁好12個禮拜之後先發覺，咦仲未有申請結果嘅？哦，對唔住啊，你個申請入咗黑洞喎。哇，嗰陣時先知，咁永居要等6個月喎，咁我唔通真係6個月之後先知原來我嘅申請入咗黑洞，咁咪大件事。咁所以咧睇定啲，見到大家都順利啦。如果你係如果係4月8號嗰一批咧，咁你真係衡量下風險，決定用 app 定係用簽證中心啦。如果係大概1個月之後，可能5月頭申請嘅朋友咧，咁你睇一睇前人申請順唔順利先，再決定用唔用佢啦。講返簽證中心先啦，其實我哋申請永居個過程咧係填表、付款，第三方機構跟住就會轉介我哋過嚟 TLS Contact 嗰度上載文件同埋打指模啦。當你交錢之後，佢就會話我哋而家會 redirect 你去 TLS Contact 㗎啦。咁你會喺呢一個界面裏邊，唔該幫我認住 book appointment 呢個掣，記住呢一個 book appointment 呢個掣。呢個掣係後來當我哋遇到好多問題嘅時候，我哋會翻嚟呢一度重新做一次 book appointment 㗎。另外留意 download consent form 都喺上面嘅。如果你仲未 download consent form，喺呢度可以 download。順便提下大家，網頁嘅下方有你嘅 UAN， 請你抄低佢，因為去到 TLS 嗰度咧，有機會會用到呢一種嘅 number 嘅。好，咁我哋而家撳入去 book appointment，見到呢個畫面喎，哇！你已經贏咗好多人啦，因為正常嚟講，你呢個 redirect 成功咗啦，成功咗之後 get start 計入資料啦。不過大部分嘅人都係見到呢一個畫面嘅。出現呢個版面，我哋估計好多時候係因為好多人用呢個版面，跟住容量不足啦。唔知係咪叫容量？咁呢個情況咧，通常都係出現於半夜搶快證，大部分嘅人喺同一時間申請 redirect 就搞成咁啦。咁你可以點做咧？比較簡單嘅方法，首先 refresh 啦，睇下得唔得先。如果唔得，翻去頭先我提過 book appointment 嗰個掣，重新做過。如果都唔得，等多幾個鐘，等人少啲嘅時候，翻嚟再試過咯。好，終於 redirect 成功啦！咁你會入到去呢一個版面，你會見到 UAN 入翻頭先嗰一組嘅 number， 自己定一個 password。跟住佢就會同你講，我哋會 send 一個 activation email 俾你嘅，麻煩你去你嘅 email box 嗰度處理一下啦。咁個 activation email 咧，應該就係好似而家呢張圖裏面個 email 咁，click 粒掣，跟住就可以繼續運作噶啦。正常嚟講，呢一啲咁樣嘅activate 嘅 email 咧，其實應該1分鐘30秒應該即刻收到嘅。不過通常都唔係咁嘅，唔少朋友都經歷過。收唔到 email 啊，收唔到我 activate 唔到我開唔到account啊。頭5分鐘大家都好冷靜嘅，應該係咁噶啦，等下啦，等多10分鐘1個鐘開始唔妥啦，點算啊？第一件事大家記得盡快報咗 CS 先。網頁話 CS 咧7至10日之內會覆你㗎，咁我哋真係天都跌落嚟啊！報咗先啦，報完之後咧，其實 CS 背後有機會排程咧，就會慢慢去處理你嘅問題，跟住我哋再自己試睇下碰唔碰到運氣，試唔試到。
不過其實大家唔使太擔心㗎，我哋好多人嘅經驗，佢表面上話7至10日處理你嘅問題，其實通常第2日都會處理咗㗎啦。咁第3日你就會收到 CS 嘅 email，我哋搞掂咗㗎啦。不過佢係咁樣寫咯，咁我哋早啲報，早啲排隊，等佢早啲處理咯。報完 CS 啦，咁我哋自己可以做啲乜呢？翻去頭先我提到 book appointment 嗰個掣，重新做一次 redirect，重新登記一次，睇下有冇機會收到呢個 email 喎。有時得㗎，如果都唔得，我哋等幾個鐘再試啦。食個飯，瞓個覺先啦。如果1至2日真係唔得，最後絕招就係上簽證中心揾職員幫你搞掂佢。但係個重點係，因為咧你連 email 都未有，即係你未開到 account 啦。其實上到中心咧，職員可以做嘅嘢都有限，佢哋都係幫你報 CS 㗎。咁所以最好咧就係大家等 CS 幫你處理啦。唉，我就係咁樣搞咗2日，終於都攞到個 email 可以入去登記啦。跟住揀地點，揀完地點之後揀 service。通常我哋都係揀呢一個 regular 唔使加錢嘅 service 嘅，揀咗先睇下啲日子。如果真係唔得，我哋再揀 scanning service 睇下可唔可以多啲日子。真係唔得，我哋又再揀 prime time 或者係其他 anytime 啦。咁大家就按自己嘅財力同埋按自己對嗰個簽證嘅急需程度咧，去揀你嘅日子同時間同埋嗰個可以俾嘅費用啦。如果你揀咗 scanning service，係咪好擔心一定要帶晒啲文件嘅 hard copy 上去呢？都唔係嘅，你可以一樣照常在文件上到去話我已經搞掂啲文件啦，其實佢都唔會留難你嘅。揀好晒所有東西，日子、時間、service 都揀完，跟住如果咁確認你見到呢個掣呢，咁真係冇問題㗎啦。你聽到我把聲咁興奮，你梗係知道唔係啦。多數都會喺呢一度出現 booking error，booking error， 撳完 confirm 佢出 error，refresh 又係 error， 跟住然後你就好擔心，死啦，邊度出咗事啊？呢個時候我都可以同大家講，當你見到呢一個 error 掣出現嘅時候，完全唔使考慮其他嘢，報 CS 啊，係佢嘅系統同埋背後裏邊有啲嘢出咗問題，一定係 CS 搞㗎啦，報 CS 啊，報完 CS 有咩可以做啊？網上啲人教咧，你可以試下清晒啲 cookies 再嚟過，再試下用無痕模式啊。不過小嚴先生話，其實個問題應該唔關呢樣嘢事，不過大家都可以安慰自己試下嘅，總好過咩都唔做啊嘛。有朋友試過收到 CS 覆，我哋而家幫你解決咗啦，你而家去清晒啲 cookies，重新試過啦。不過問題係，首先係要 CS 解決咗問題啊。如果背後電腦部冇幫你處理呢個問題咧，其實你做任何嘢咧，應該都係冇用嘅。報完 CS 之後，每幾個鐘頭再試一試。好多時候佢會幫你處理咗問題，跟住隔1、2日先 send email 話俾你知搞掂㗎。但係當你再試，咦得咯喎，咁應該係就係佢背後幫你解決咗啦。咁你就可以繼續㗎啦。千祈唔好似我咁係咁 refresh， 跟住係咁翻轉頭再試其他 centre， 再揀其他時間，來回試咗10至8次，跟住佢 block 咗我 account，要我1個鐘頭之後再翻嚟啊！記住，如果佢真係 block 咗你，你真係要等幾個鐘先好翻嚟啊！如果唔係咧，你嗰個 block 就永無止境啦。confirm 到日子之後，啲問題就好易處理噶啦，都係一樣上載文件，然後幫啲文件揀類別。呢8個類別裏邊咧，主要係有4個類別比較關我哋事嘅。我收集咗唔同朋友嘅成功經驗，大致分成3類：在職人士、非在職同埋一啲未滿18歲嘅子女。在職人士方面咧，其實申請文件啦。教育系列嘅資歷證明啦，一啲 live event 同埋一啲我哋叫做 proof of living 嘅文件啦，咁其實都係呢幾類嘅。咁如果你講到申請文件咧，個個都係呢啲㗎啦 ，BNO passport 啦、特區護照啦、香港身份證啦、visa 嘅證明啦、consent form 1、2。咁如果係屬於資歷證明或者叫學歷證明啦，咁主要係英語能力。大家可以按自己嘅情況上載你嘅英語能力證明啦。另外，如果有與家庭一齊申請嘅，咁可能你需要一啲結婚證書證明你嘅家庭關係。至於 proof of living 咧，因為係在職人士，其實你有交稅啊嘛。其實咧，英國政府最中意睇嘅就係同交稅有關嘅文件嘅。咁你交咗 council tax 同埋交咗你任何交稅嘅一啲資料咧，其實都已經可以要 TT bills 已經都唔需要㗎啦。我咧只係因為我嘅交稅嘅文件唔足夠5年啦，所以我補多少少其他文件去補足。如果你有5年嘅交稅文件，就連呢一份都唔使㗎啦。大家都好擔心如果我係家庭主婦或者我係長者非在職咁點算啊？咁我哋喺 proof of living 嗰度咧，當然係冇交稅文件啦。如果有 council tax 就最好，冇咧就跟一啲水電煤單啦。如果真係冇咧，就銀行信。另外一啲所有咩 GP 車牌全部都係可以嘅。我哋個原則係乜嘢咧？個原則就係每1年上下半年各有1份文件。嗰1份文件牽涉到1個月單次都唔緊要，總之上下半年各有1份。然後你用年份去分開文件去 file。2021年第1份，2021年2021年1、2021年2、2022年1、2022年2，如此類推，咁就可以㗎啦。
至於18歲以下嘅子女，通常都係要上載出世紙證明你同父母嘅關係嘅。佢哋嘅 proof of living 咧有兩個原則嘅，第一要證明到佢哋常居英國啦，第二要證明到佢哋同父母同住啊。所以佢哋嘅證明信咧，其實只要在學證明都得㗎啦，不過一定要有地址。咁通常而家學校出嚟嘅在學證明咧都係有地址嘅。如果大家擔心，你可以考慮上載埋父母嘅地址嚟到證明你哋係同一個居住嘅地點咯。另外，大家留意，如果要問學校攞在學證明咧，即係早少少啦。不過而家學校咧都處理得好快嘅。如果子女已經成年咧，你可以喺 cover letter 寫清楚佢哋同你同住，其他嘢我懷疑都係可以照樣咁做嘅啫。總之涉及子女，重點就係佢嘅居住英國證明同埋同住證明。咁 upload 晒文件就可以安心等打指模啦。記住你一定要喺上簽證中心之前完成所有打指模嘅部分啦。另外提一提大家，關於打指模嘅時候，上簽證中心記住提早15分鐘帶你嗰一本申請 visa 嘅護照，同埋帶埋 email 裏邊俾你嗰個 QR code。咁其他問題咧就上去再處理啦。祝大家一切順利，希望大家唔好再遇到其他嘅問題啦。如果係簽證中心嘅問題，你可以踩上簽證中心揾職員幫手搞掂。如果係其他系統問題，你唯一嘅方法就係揾 CS 啦。好，祝大家順利永居成功啦！